好，来继续来看交通部公路局结合着在地宫庙的文化，邀请到艺人王彩华来参与，共同来宣导着交通安全。 交通部公路局举办结合景庙文化的汉诗活动，宣导行路人的风险意识，邀请保庇天后王彩华来做代言人。这个斑马线很重要，因为行人现在最大，你现在走斑马线呢，车子都要让你，不要为了省那一点点小小的时间，然后呢就做了一点遗憾的事情，这样子是会伤害到自己，又伤害到家人。公路局伫咧庙口甲乡亲呼吁，重视过路人甲驾驶应该注意的事项。推动了道安3支箭啊，第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驾驶人呐，明年度开始，新车都要贴新的隔热纸规定。第二个，我们在省道的交通路口，尽量都让它的灯光更为明亮。第三个呢是路口退缩，我们现在要求停止线退后到2到3公尺。交通规则大家拢知影，不过嘛有真侪高疏忽的所在，希望透过艺人甲活动，会当有效来提醒大家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林文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